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哈。好。啊，广广，你到底跑去哪里？电话还不接，我们快急死了。手机刚好没电。跑哪去了？跟朋友吃个饭。吃饭吃到忘记上家教，老师在底下等了1个小时找不到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样我在补教界会有多丢脸啊？好了，好好说话。你去吃饭也应该要先说一声啊。我吃饭晚了一点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哎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上课迟到，作业写了没？英文单字呢？背好了吗？啊，法文呢 ？IELTS 呢？自己的本分都做不好，还想吃饭？你饿死吧你！情绪，控制情绪。叶广，你做错事情了，态度还那么差，跟爸爸道歉。爸，对不起。你给我跪回房间，好好反省。我没有叫你不准起来，滚！越来越叛逆，不像话。我们要不要找专家问一下？哇，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哎。打给那个吴教授，请他来看一看。教授，对，教授。来，广广，爸爸妈妈有事情想跟你说。本来以为给你机会，你会懂得把握，懂得反省，懂得改过，结果你还是搞砸了。你最近一直让我们失望，我跟爸爸讨论了很久，决定加强对你的管教。来，手机给我。为什么？照做。总有人回来，不需要掩盖。我会开启你的手机定位系统，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跟爸爸就可以追踪你每天的位置，以免你像上次那样失联，会让人家很担心。不懂得自律的人，就让爸爸妈妈来帮你。妈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不想让你们担心吗？不要这样子不信任我们，这样我一点 privacy 都没有啊。Privacy？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 privacy？ 你现在唯一的责任就是好好上学，好好回家。而且广华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知道你现在在很重要的时间点哎。为我好？你们问过我想要什么吗？根本就是要我成为第二个你。第二个我，就凭你现在这个德性，对自己这么低的要求，再给你10年20年，你也做不到。算做到又能怎么样？广广，你不要再跟爸爸唱反调了。不过就是装个定位系统嘛。好了，来，回房间读书。去哪？我去便利商店，反正你们都可以检查。天气这么冷，你没穿外套，怎么了？这么接招我？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我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。
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可能只是担心你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救你。不是，你不懂。我现在本来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是唯一听我说这些话的人。我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跟方姐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总有人回来，不需要掩盖。像天空大海，从来不曾分离，也无法更加靠近。不想要只能躲在雨里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。面对少子化的影响，许多学校都面临停招的情况，那各补教界呢也有所受到冲击。但岳主任的补教系统却可以在补教界年年设分校，真的是翘楚。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您的秘诀吗？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只有孩子自主的学习，学得更多，学得更快，学得更好。快乐，我就快乐。 I wanna be your 今天真的 face 非常 in 谢谢 slow 您， motion. 收获非常的丰富。我们在之前。 I can't forget. 我们现在在外面最自在的、最亲密的动作是什么？最自在、最亲密的动作，就跟对方吗？对，哦，就是可以抱在一起。跟你呢？我们通常都是这样，对，他会勾我。哦，这是已经是最我现在亲密了嘛？亲他脸也是很自在。直接来。怎么了吗？好开心，好激动好啊！开心自在所以真的很自在耶，很自在耶。那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可以吗？所以这是你们就是从小到大吃的东西。看的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好啊，真的吗？谢谢。谢谢不客气。帮我签大一点。 9点5分大一点哦。你签名很好看哎。那我们要不要去登记结婚？以下4个选项里面，谁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？爸爸妈妈、弟弟、男朋友。男朋友吧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早就知道了。我们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好， 1、2、3。我一定姓名装蛮厚的哦。哦，被发现了。这个是郑浩跟沈俊，你们数哈。好，我们数。 1、2、3。等一下，我吧。 1、2、3。啊，蛮高的有哦。啦。啊，对，很明显。来，讲秘密的时间。这真的是秘密。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。对对。来偷听，啦。来偷听。我先喝，这是我。哦。听起来有没有很劲爆？对，听起来还好哎。那早上有。早上没有啊，没有。谈了台北的巷弄美食，有几家东西真的还不错哦。可是台北的巷弄美食呢，其实好像要特